1130尺三房兩衛，27樓朝東向，全新現代化裝修，擁有超大廚房，總價係95萬。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主持人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位於萬象郡二期，跟住鏡頭一齊去睇下啦。呢一棟樓總高33層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喺27樓，兩梯5戶佈局，從電梯出嚟，穿過走廊就嚟到咗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啦。入門就係客廳位置，整體面積300尺，客廳開間有3.4米。首先轉過嚟右手邊，一齊嚟睇下廚房嘅情況啦。整體面積88尺，朝南向。廚房嘅整體佈局係成一個 L 字形嘅，喺廚房後邊安裝咗成牆嘅玻璃窗。喺呢個位置望出去，可以見到別墅景同埋後邊嘅部分山景㗎。喺廚房位置上下兩層都安裝咗櫥櫃，收納空間非常充足。而喺門後邊嘅呢一個空位，可以放到一台大冰箱㗎。出返嚟就係餐廳位置，呢一度放咗張4人餐台。而後邊係做咗成牆嘅訂製餐邊櫃同埋展示櫃㗎。可以見到嘅係客廳嘅地板通鋪咗地磚，而頂上係做咗無柱燈嘅設計，安裝咗一啲燈帶同埋射燈嘅。喺後邊嘅位置放咗張長沙發搭配茶几，而前邊係做咗個特色嘅電視牆，加埋倒地嘅電視櫃。往前行就係露台啦。整體面積59尺，朝東向。喺呢個位置望出去，樓間距大，景觀無遮擋，視野開闊，可以望到河涌景觀同埋後邊嘅山景添。行返入嚟客廳嘅位置，可以見到整體嘅裝修風格都係以現代化復古為主，令人望落去非常之溫馨同埋舒適嘅。下邊我哋一齊嚟到走廊去睇下每個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我哋嚟睇下客位嘅情況，整體面積37尺，朝西向。喺前邊位置係安裝咗洗手台加埋鏡櫃，配備咗馬桶，而後邊嘅淋浴區域係做咗乾濕分離嘅設計，淋浴工具好齊全，牆身嘅瓷磚都非常有質感嘅。行過隔籬嚟睇下第一間房啦，呢一間房嘅面積係81尺，朝南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，喺飄窗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同廚房嘅係一致嘅。呢間房嘅面積係全屋最細㗎，可以用作為書房或者係工作室都得㗎。繼續嚟睇下第二間房啦，呢一間房係一間套房嚟嘅。先嚟睇下套位嘅情況，整體面積41尺，朝南向。整體上同客位嘅裝修係一致嘅，唔同嘅係呢度配備咗智能馬桶，後邊仲有埋一個大嘅通風窗，令到整體採光相當唔錯。牆身嘅瓷磚都係非常有質感㗎。再嚟睇下睡房嘅情況啦，整體面積164尺，朝東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，喺度望出去嘅景觀同主露台嘅係一致嘅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8米嘅大床同一個大衣櫃㗎。出返嚟走廊，我哋嚟睇下第三間房啦。呢一間房嘅面積係121尺，朝東向。房間入邊自帶飄窗搭配窗簾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同樣係同主露台嘅景觀係一致嘅。房間入邊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同一個衣櫃㗎。最後嚟一個小總結啦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全新現代化裝修，位於高層，買簡單嘅家私家電就可以入住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簡介俾到你㗎。萬象郡二期呢個小區樓齡7到8年，物業管理公司雅居樂雅生活
物業費係2蚊8毫一方，由18棟高層半包圍別墅群而成，多數係2梯5戶、2梯6戶，樓層總高33樓，已經有天然氣入戶啦，有地面車庫以及地下車庫附一層。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係無坯價6800蚊到8000蚊，裝修價係7500蚊到9000蚊。呢個小區可以話係非常方便啊！樓下就有商圈，食飯買餸、美容按摩、汽車保養一應俱全，一出門口就大把選擇。門口仲有公交站，每日超8班直達巴士，130蚊直達香港。T91 18蚊直達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，931 1蚊雞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啦。仲有去其他鎮區同埋中山珠海市區嘅巴士，60歲以上可以免費搭車添。呢個小區入住率高，深受內地人同港澳街坊喜愛。小區去大潤發順昌廣場都係10分鐘左右，去珠海山姆會員店20分鐘，去珠海關口大概係半個鐘多啲，非常方便啊。而美中不足嘅係小區冇做人車分流，都冇泳池嘅，以及有個別單位會聞到樓下食肆嘅油煙味，所以一定要實地考察一下。如果對三鄉唔熟悉嘅朋友，可以睇返我哋之前介紹三鄉嗰條短片。如果覺得內容做得都 OK， 麻煩幫手俾個 like， 你嘅支持就係我哋繼續創作嘅動力啊！